来看这个新竹市的棒球场，因为这鉴定报告显示讲无达到安全的标准，市政府也开始伫咧处理啊。想要到伫咧外野区，竟然挖出真侪营造废弃物，引起关注。检调在今仔日去到现场会勘，表示讲已经分案侦办，会厘清这施工过程敢有违法。啊，那代理市长邱成远也呼吁监察院就爱查，伊也强调讲会赶紧来修复，互民众安全的使用空间。头内底因看到废弃的铁啊，也无脱角。另外一边，个因看到过来塑胶管啊。新竹市立棒球场因为结果鉴定报告显示无够安全标准，市府展开复图移除作业，锁定外野区域挖出大量营造废弃物。新竹地检署25指挥新竹市调站，会同相关单位到场会勘。检方表示，已经分案侦办，会调查球场施工过程中是不是违反放废弃物或者是其他不法行为。乌条白蕉、钢铁、暗头、废电线、砖啊、塑胶这人造废弃物，代理市长邱成远呼吁监察院爱调查清楚。安全第一，厘清真相，尽速重建是市府一贯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在这边，我们也呼吁检调跟我们的监察院要能够尽速厘清相关的真相。民代也拢到场，国民党议员吴玉峰质疑废弃物是毋是外分回吞，抑阁强调总算机会挖出来互大家看。不过民进党议员闹空嫌批评市府将原本符合规定，而且屯地下站的村的土石挖出来，甲顶站的山头故意参出回讲。原本在挖掘内野的覆土，为什么突然间跑到外野去挖掘符合规定，把下层的营建剩余土石方跟上层的沙土混为一谈？我们就也合理怀疑，你是还把其他的废弃物一起埋进了进来。这样一个国际的棒球场下面埋这些东西，在一般市民眼中就是不合理的。不过市府回应，回屯的物件无符合就地回屯规定的材料，按照原定施工计划移除土石施工时间差不多4到5个月。现场挖出发现，毋是棒球场土产规范的屯的物件，市府会继续确认回屯的范围。承包商旧家营造，这个进前打电话无人接，暂时无针对这代志来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